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难道糊涂又在？难道糊涂山在？又在山在？风花日月天地转，人天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你说明白点行不行啊？他们这样，这些咱们得让他们上全套这个关卖的价啊！师爷来了。师爷啊，师爷怎么着？胡思义不知何时得罪了马三桂和吴子坤，判他教中梅子的1半赎金。那太好了，就这么爽快？别高兴太早了，你们不是提出以画子为梅子做保吗？吴子坤提出要画子20幅，关卖要买够5000两银子，放人呢。马三桂还不是听他的，这事儿已经这么定了，大家早点回去准备吧，明天早晨在衙门口开始。看来这是救梅子的最后一个办法了。各位赶紧回去选几幅好的画子，明天上午咱们挨这儿见。好，走。大人，扬州府出了件怪事，红月楼歌舞坊的歌妓梅子姑娘，明天由扬州府关卖赎身，到时候扬州的5大画师的画子当场拍卖。大人您看，来。快去，扬州府衙对面有座叫仙明楼的茶楼，明天把2楼给我包下来。是，大人。老爷请。请。老爷，您选中了这个宝座，真是您的福分。今天扬州府关卖扬州最标致的歌妓，您瞧这位置多好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小二，上茶啊，好嘞，快着。10几幅、20幅的样子哈。哎呀，就这几位武艺大师。来，这姑娘真是挺俊俏的啊！哎。
这能卖多少钱了？那姑娘是有多少？大家听好喽！扬州府告示，扬州府主断关卖事项如下：红月楼歌妓梅子自愿从良，红月楼主事胡四姨自愿出让梅子从良，画师郑板桥、黄慎、金董、汪世慎、高翔自愿拿出20幅字画，卖足5000两成交。大家听好了，扬州府告示，扬州府主断关卖事项如下：红月楼歌妓梅子自愿从良，红月楼主事胡四姨自愿出让梅子从良，画师郑板桥、黄慎、金董、汪世慎、高翔自愿拿出20幅字画，卖足5000两成交。请大家听好。你不能走，不能走啊！小北，掌柜的，老爷，你刚才说那个歌妓叫什么来着？梅子。哎，客官连红月楼的梅子都不知道，您是第一次到我们扬州来吧？你少废话，老爷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就是了。是。那么，他是何方人士？他是对，江西，他是被人贩子贩到这儿来的。掌柜的，拿笔墨来。是。老爷，你去告诉扬州府。好，走。这个河，这个不得了，几位画师把最好的家底都拿出来了，我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上品之作。无神这个姑娘真是有福气，这么多的画师出面保她一个。看了这些画，我不吃饭都行，可就是买不起啊。你见过这么多的上品吗？就是玲珑山馆也收不起啊。是啊，这画多好啊！风范啊，没有超脱于尘垢之外啊，超于洒脱呀。黄大哥，郑大哥，好上品啊！爷爷，梅子姐姐，梅子姐姐，五妹，哎呀，你看看。
这是他家里人。看看这，哎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相？看看啊，说呀，就怕娘子她怕什么？这些字画1年以后就可以卖到2万两。是，那倒是。这个价，我看呢，就7000分给，等他们叫够了，是有钱人家才买得起呀！啊，老爷，就是看看热闹而关已。卖开始，大家听着，谁先出个价？我出5500两。啊，5500两，还有谁出6000 ？6000两，6500两，6500两，7000两了，7500两啊，7500两，还有谁出？还有谁出，8000两？8000两，还有谁要吗，8500两？8500两，好。8500两了，还有谁？9000两，9000两了，现在是9000两了，就这么高，还有谁要价？9000两了9000两，9000两，1万两，1万两，好，现在是1万两了。他敢出1万两，老子就是要跟他斗一斗。我准备11000两，1万，1万两了，还有没有价的？哎呀，1万两。好，1万两成交，成交了。梅子，梅子，梅子，干什么？梅子，干什么？回去！快把这姑娘放了吧！干什么？都不会，让我进去。您请。这是1万两银票。 1万两银票，我先验一下。啊，还有，这是我们老爷的便条。发什么了？快放人！快放人！我们不要话。快放人！你别着急，快把人放了吧！松绑！交了银票为什么不放人？放人！谁也不要动，谁也不要动！现在不能让他走，我要去禀报马大人再说。银票都给了，为什么不放人呢？是啊，为什么不放人呢？不放人呢？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你们把他看好，我随后起来。我随后起来，二位请跟我来。把人放了！放人呢！江南总督已经到了扬州了啊！大人，请看，请看，你看，还有这个啊！哎，这个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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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开！让开！闪开！请。总督大人，总督大人，扬州知府不知您大驾光临来到扬州，请恕罪。大人，下官听候吩咐。扬州守备听候大人调遣。啊，是。大人请。大人请。哎呀，这官这被人又俩带走啊！哎呦，要抓这姑娘啊！哎呀，这姑娘哎呦，总督大人，大人。挥拳间翻涌，寻得情真依旧，
来去深情游，自得天佑安乐。心难却，回首茫然无言愁。情难却，又怎知去散终？光阴飞动，来去匆匆，却让人不由衷。女儿，你不认识你老爹了。我的女儿，爹，梅子，爹，梅子，爹。江南总督钟大人到。钟大人，一路保重，各位大人留步，留步，保重。爹，你就把女儿留在扬州吧。为什么？女儿的心已经留在扬州了。梅子，你先随爹到金陵，剩下的事情慢慢再说吧。啊。起锚。钟大人，一路保重，一路平安呀！不离不弃呀，钟大人！常来呀，钟大人！保重啊，扬州啊，扬州啊！保重啊，钟大人！钟大人，各位大人保重了。钟大人保重，一路平安呀，钟大人！一路平安，保重啊，钟大人！让一让，保重，让一让，让一下。黄大哥，梅子，黄大哥，梅子，黄大哥，梅子，梅子，黄大哥，黄大哥，梅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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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黄大哥，保重啊！黄大哥，黄大哥，梅子。梅子姑娘，这次能和钟大人相聚，我看也真是不易呀。只是王明德那小子还在逍遥法外，便宜了他，得教训教训他。是啊，我们得想个办法。不知各位有何高见呢？你们都说说。我看还是让咱们的武僧想想办法，你们说呢？王明德，王明德，你作恶多端，恩将仇报，该当何罪？你们什么人啊？什么人？少啰嗦，上！
各位大师，饶了我吧！求你们饶了我吧！看在我有一个70老母的份上，你们就饶了我吧！我家里还有一个70老母呢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。真不错呀。好，这些个画都像是一个个有什么说头的故事。这是谁的主意呀？太后，您忘了吗？这都是御画师李善所设计并监工修葺的。哼，那金大人，你再说说这些个画有什么说道？太后，这些画嘛，让那些平民百姓看看，倒也还凑合了。要是放在皇家花园里边，那可是大煞风景啊。哦，那就让李善给改改。太后，这些画子全都是采石镶嵌之作，改之不易呀。即使太后让改，有什么不能改的？怎么？李善他在哪儿？把他找来，我让他改改就是了。太后，李善已经调回南书房了。是的，太后。谁让他回去的？是皇上口谕让李善回南书房的。哼，皇上，又是皇上。你们别忘了，我还是皇上的额娘呢。皇儿给太后请安。允许给太后请安。太后吉祥。免了。太后找皇儿有什么事吗？我要是没有事儿，岂敢劳皇上大驾呀？太后，是孩儿做错什么事了吗？那个御画师李善，是你让他回南书房的吗？是的。那你知不知道，是我让他去后花园的？孩儿知道。孩儿以为李善是先帝的爱臣，文才出众，让他去修葺后花园，有违大清的祖训。可金敏之金大人也是先帝的重臣，凭什么让那个李善处处为难，冷眼相待？他凭什么？还不是有你们几个在为他撑着？太后言重了。李善对金敏之只是画风上的争议，并无其他意见。幕后切不可偏听一面之词。我偏听一面之词？你上后花园去仔细看看，那墙上都画了什么？你堂堂的一国之君，不去推崇金大人他们的画作，竟弄些什么扬州的怪画，什么道理呀？幕后，皇儿并没有说金敏之的画作不好。李善推崇扬州画师的画作，让各种画品在宫中并存，有什么错呢？反正我不喜欢。那个李善，他目中无人，狂妄自大。你要是念在先帝的份上，就把他给我赶出宫去。
这个金敏之可真会告状啊！嗯，居然告到朕的头上来了。哦，李大人啊，亲王爷啊，请，您请啊，请坐，请，谢亲王。李大人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啊，千岁爷，我是来求您的，求您帮我向皇上转交我的这份辞呈。李大人，你这是？太后在皇上那儿告了我的状，我都听说了。可我皇上可都是在为你说话呀！啊，皇上恩重如山，李善终生不忘。可太后轻信金敏之的谗言，我以后的日子怕不会好过呀。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返乡，回扬州，和板桥他们一起吟诗作画，倒也逍遥自在。莫非你真的要走？微臣曾3番5次掂量利害得失，彻夜难眠。可微臣实在开不得口，求亲王爷成全我意，李善终生不忘。既然李大人去意如此坚决，我也就不再好说什么了。啊，给亲王爷添麻烦了。这成与不成，我就做不了主了。不过我会尽力向皇上禀明你的处境，还有你的志向。李善是先帝选中的大臣，这些年来，在南书房行走也好，在如意馆也好，都是不错的儒臣。朕不能因为他们之间这点分歧就放他走，这样，先帝的在天之灵也会有怪于朕的。李善是个挺不错的儒臣，可就是脾气太孤傲，我怎么劝也没有用。那看来，朕只好让他还乡了。圣旨下，李善大人接旨。臣李善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南书房行走，如意馆李善自愿辞职回乡。鉴于李善在位期间，微臣恪尽职守，为政清廉，特赐白银1万两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李大人，这是皇上的赏银，请您点个数。啊，公公，不用了，谢谢您。皇上也是没法子，李大人多多保重，告辞了。走好。
皇上，皇上吉祥！皇上驾到！哎，你在这等我。三阿哥，这是李善临行前给我留下的一幅画子，你看如何呀？庭前老干事无诗，称天立地古今情。好画，好诗啊！从这幅画子当中不难看出李善辞官回乡时的心情啊。你看一看他画的这个他的画作，他的风格，好好看一看。称天立地古今情，好诗啊！皇上驾到，微臣实在不知，请恕。免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？不用行此大礼，这有门外人。谢皇上隆恩。两位皇叔对扬州画师真是情有独钟啊。皇上，我只觉得他们的东西有一股清新之气，所以李善已经离京回乡了。是。临行前他来辞行，他说想先到山东、河南、江西、安徽看看，而后再回扬州。这下可随了他的心愿了。他可以和那些狂傲不羁的画师们日夜为伍了。朕来是想告诉你们，朕已决定微服去扬州。皇上，您这是心血来潮是不是？没错，这是朕刚刚定下来的主意。云喜，还记得你曾经跟朕说过南巡打点、沿途铺张、劳民伤财的事吗？这不禁让朕想起了当阿哥时巡视山东，济宁府明明大旱欠收，百姓饥饿逃荒，市面上却硬照粉饰的五谷丰登、鸡鸭成群。朕入籍大统，头一次下江南，如果就招摇，怎么能查得民风吏治呢？可，皇上，即使微服，周边去的山东、河南足矣，何必一定要到扬州呢？是皇上，四阿哥说的对呀，你还是再斟酌一下吧。两位小皇叔，今天怎么穿起一条裤子来了？看来你们还是不明白朕的心思。扬州富甲天下，穷的地方去得，这富的地方也应该去看一看啊。再说，你们和那些大臣们对扬州的什么东西都那么喜欢，不免使朕浮想联翩起来，不免欲壑难填呢。怎么，云喜？看你这样子，好像还想说点什么。皇上，微臣能否随皇上一同去？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。你与那些扬州画师打得火热，连金敏之这些老臣们都有了微词，太后也大兴问罪之诗，当时你也在场。你就给朕老实点吧，别再替朕惹麻烦了。允州皇叔，臣在。你回去收拾一下，陪朕同去扬州。是皇上。臣领旨谢恩。
皇上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皇上不见了，皇上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谁不见了？皇上，是皇上不见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早晨，文武大臣们上养心殿去听训，内务大臣说皇上他微服出访了，什么时候走的，到什么地方去了，都一概不清楚。哦，那你怎么没有把他看住呢？皇上他什么也没有跟臣妾说，就不见了。不见了，不见了！堂堂一个皇上，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？哼，他定是私下里出走了吧？你是他的宠妃，他能一点风声都不漏给你吗？皇后娘娘，自从上次我哥哥去扬州出了事以后，臣妾在皇上面前多说了几句，皇上他就对臣妾一直不冷不热的。那是你自找的。皇上怎么会听一个女流的摆布呢？哼，我看你也是聪明过头了吧。谢谢皇后娘娘的点拨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出走这么大的事，还是应该去告诉太后，我想她会做主的。对，怎么没想起这个茬儿啊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准备？是。什么？哦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竟敢瞒着我！哼，你们的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太后？皇上一意孤行，你们做大臣的就没有一个到我这里来禀报一声？嗯？你们是在拿大清社稷开玩笑？皇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拿你们的脑袋试问。皇上到底上哪儿了？到扬州去了。是啊，到扬州。好吧，说吧。皇上微服下扬州，沿途护卫
都是哪个部衙安排的？启禀太后，是军机处。军机处，吏部，沿途派专人督查，严加防卫。这皇上既然是微服，总是有他的什么念头，你们就不要轻易惊驾了。这退下去吧。谢太后。你们就别再哭了，就没有一点拿得起的架势。哎，可也是，皇上也是人呐，宫里头待久了腻得慌，微服私访，自然是自在得多。大男人有大男人的主意，既然做了，那就随他去吧。扬州，这个扬州在江南的什么地方？怎么就那么吸引人呢？主子，扬州到了。哦，啊，这多美呀！真是漂亮，风面岸水色婆娑呀。青菜呢？便宜了。啊，好了，下一个。老爷。哎，我说你为什么还不交税啊？啊，我看你是有意抗税，怎么回事？说吧。老爷，不是我抗税不交啊，茶馆店里生意不好，银子不凑手。你给我少放点屁啊！不交好办，把茶楼给我分了。哎呦，老爷，青天大老爷呀，我求求您了，您放我几日吧。等我把我祖上的画卖喽，再交税成不成啊？小意思。来，啊，去吧。哎，谢谢了。下一个。老爷。啊，说说你吧。这个奴才。走吧。都交了吗？过来了。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雨打风吹落离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
生难得有情人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几回，珍惜永久的依偎，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